来看日前有一个男子伫网络顶抛出着一张酷鱼的图，讲北高雄的金华地段喇叭底公园有酷鱼。高雄市政府动保处就派出着大批的人马，找一工大拢找无，引发着民众的惊狂。想袂到这个网友今仔日向消防局来讲，迄是伊恶作剧滚生笑的。迄只酷鱼是公园桥边的迄个酷鱼的模型。律师讲，这已经卡到刑法甲社会法咯，相关会当甲抓起来关2年。高雄市政府嘛讲要追究责任。动保处大动作出动真济人马来到公园进行搜查，就是因为有人讲看到酷鱼，想要到找几部拢找无，原来只是一只模型。酷鱼的模型，一支喙有够大毛，将大家母甲喘皮皮，就是伊。今仔日半暝啊，这个破文章的网友家己走去消防局，讲伫咧公园的桥边找到酷鱼啊，是一个模型的佚佗物啊。经过消防局比对，确实就是这个网友破的迄只酷鱼。刘安产程系自导自演，其于网络上购买鳄鱼模型，拍照并po网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。高雄喇叭底公园未少人是照常出来活动，听讲有酷鱼出现，互大家心惊惊。即摆知影是有人变鬼变怪，民众安怎看呢？我觉得不应该利用网络来这样子吓民众啊，或是一些常常来做运动的人。太过于无聊了，才会做这种行为。大家都会考虑到小朋友的安全性啦。伫公园放风声讲有酷鱼，高雄市公园处无排除是有人变鬼变怪。事后经过调查，破文章的人已经承认，就是咧变高人。律师表示，安尼行为恐惊已经违法。如果更严重的话，还会构成刑法151条的恐吓公众罪，可能会有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风台打过，大家拢咧无用救灾，又佮传出公园有酷鱼，互相关的单位找甲变过，最后真正发现只是乱局。市府呼吁，请大家唔通佮乌白传不实的消息，较袂造成惊吓，更加浪费掉宝贵的社会资源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